知唔知道呢度係邊度啊？今日受邀參加光發天宇灣嘅濱水商業首批意向商家嘅簽約儀式。咁你哋成日話呢一邊嘅生活唔便利冇配套啦，等一等，聽我今日介紹完嘅話，睇下你哋仲會唔會咁樣認為？目前光發天宇灣2600方嘅臨街商鋪先啟區招商正式啟幕啦！首批意向嘅商家咧就喺今日就簽約啦，有呢一個生鮮超市、便利店同埋品牌茶莊，商業配套正在一步一步咁樣兌現，唔再係畫餅啦。唔講你唔知，其實圍繞住潮頭中央公園咧，仲有一個規劃約10萬方嘅濱水商業街區。咁以後咧買得呢一度吃喝玩樂、休閒購物咧，落樓其實都可以搞掂噶啦。加上買得光發天宇灣嘅業主都係精英中嘅精英，你哋一定睇得出呢一度嘅商業發展潛力。光發天宇灣高淨值圈層社區，為商業注入穩定而純粹嘅高端消費底氣。上到嚟再實地欣賞一下光發天宇灣嘅倒尖江景，係整個江門唯一可以做到270度無遮擋、三面光幕視野嘅項目。光發天宇灣更係坐擁約17公里嘅環島綠道，串連住潮頭中央公園、德成沙公園、沙灘公園等7大公園，落樓就係享受度假式嘅生態。無論你係晨跑、騎行定係飯後散步，無時無刻都可以享受到公園效應帶俾你嘅治癒同埋鬆弛。咁靚嘅景觀，咁靚嘅配套，所有都係上頂配，你真係確定唔嚟睇一下？整個項目都係清一色嘅大平層產品，你嘅鄰居都會係高資嘅家庭，或者係你生意場上嘅夥伴。你睇下呢個光景面，無論係邊一個戶型都係非常之靚㗎。圈層純粹就唔需要多講啦，並且戶戶都係4梯入戶，一共有236、286同埋436三個主力戶型，每一戶都可以做到140%嘅超高使用率，仲帶埋裝修添。每一戶都會贈送你一個6.6到6.8米嘅空中庭院，呢一個私人空間，無論你係喺度嘆茶、賞景，就算係喺呢一度用嚟晾曬，都非常之方便。236方呢個產品，單單係主人房個空間就可以吊打現在江門現有嘅大平層，無論你係空間感定係呢一個視野，都可以俾到你與眾不同嘅感受。聽講嘅話，今年更加係會新加推高層嘅頭牌江景產品，係非常之值得期待嘅。當然啦，買豪宅唔單止係睇環境，最近人才島更係傳嚟教育配套嘅利好消息。新示範嘅高中建設撳下咗快進鍵，根據此前嘅資料，該高中辦學規模有48個班，可以提供2400個學位。可能你會話啦，住得天宇灣都會去讀私立學校啦。你喺呢度嘅話，完全唔需要，因為你有更好嘅公立資源。出門口嘅話，呢一個就係景賢人才島分校啦。除咗景賢之外，3公里內仲有江門實驗中學嘅高中部，人才島亦都即將補齊最後一塊嘅教育拼圖，形成咗由小學到高中12年嘅一站式優越教育鏈。島上咧亦都有多所嘅高等校院嘅，真係名副其實嘅人才島啊！既然公立嘅已有咁多選擇，又何必去花大價錢去讀私立呢？豪宅就一定係標配會所㗎啦，光發天宇灣內部配備超400平方嘅高定圈層會所，亦都有江門首個嘅小區室內多功能球館、宴會廳、健身房、兒童樂園、圖書館，全部都配齊。平時嘅商務宴請、朋友聚會，完全係唔需要出去揾地方，小區入邊就可以搞掂。亦都打造咗約5萬方嘅送韻美學園林，相當於7個籃球場咁大。睇下我身後呢一個下沉式嘅庭院，6米高嘅雙入戶，到架空層嘅泛會所，每一步都俾到你尊貴感。你睇下，每一個景觀都好似大片一樣。其實由地理位置上嚟講，由光發天宇灣出發去萬達廣場、匯悅城都只需要15分鐘嘅車程；去佛山、順德、中山古鎮亦都係好近。業務遍佈大灣區嘅老闆們，既可以彰顯身份，又可以通勤便利。光發天宇灣係由人才島、投控同埋光發地產雙國企聯合打造嘅，江門封面嘅4.0迭代之作，對話灣區嘅大莊豪宅作品。想要換大平層嘅朋友，5·1期間嘅話，更加係有購房送人房車位、送家電禮包等等嘅活動。想要了解項目詳情嘅話，記得私信我啦。